頭先咧主要就講唐英年，咁就今趟咧就講呢一節咧主要就講下梁振英。咁其實佢唐英年好，梁振英好，都係建制派，就即係建制派意思咧，即係後邊都係資本家集團，就要中共都會朱丹道唔反對佢哋嘅，就係主要咧就香港係代表一啲大嘅利益集團，係嘛？咁咧就但係咧你睇到就今趟咧。佢哋嘅政綱雖然依家未正式擺出嚟啊，但係咧仲有一啲重要問題嘅表態啊個講法咧，你留意一樣嘢，包括泛民在內4個候選人，依家咧全部咧唔敢將香港呢個發展嘅前景啊嗰個視野啊就放到去超出深圳河以北。嗱，其實我喺模擬特首拍過嘅以前嘅 YouTube 嗰度咧，我其實第一輯我就強調呢樣嘢啊嘛。我話香港無論你主張乜，你純粹從客觀嘅需要，即係同客觀香港呢個地方個客觀嘅格局嘅發展嘅格局，現在需要嘅咩咧？就一定要超出深圳河。啊，依個先係主題啊嘛。但係依家睇到4個特首嘅候選人咧，全部唔敢超出呢個範圍嘅。全部都係講超出呢個深圳河嘅含義咧。第一就係話香港已經太細啦，依家唔係19世紀，依家係21世紀，就咁細嘅範圍咧，唔能夠得到合理發展。咁喺合理發展裏邊咧，有一個更大嘅空間。而嗰個更大空間裏邊，依家香港面對嘅問題9000個啦嚇，但係咧揸住最主要而家即刻，大家無論邊個階級都迫切感覺到呢個係主要問題㗎啦。依家差唔多冇乜人反對㗎啦，就係話房屋問題、居住問題，就新一代呢個80後、90後佢哋嘅呢個安居樂業啊個心態要認同香港其實係同一個問題嚟噶嘛，就係因為香港地方細，佢哋依家建制派話香港依家已經運用到嘅土地只係7%，梁振英講噶啦7%，依家咧就住咗700萬人，所以咧香港其實依家大把土地㗎。只不過咧就係未充分運用嘅啫。但係呢個我講，現在香港7%土地住咗咁多人，就係依家唔合理嘛，住到好似白鴿籠咁啊嘛。除咗少數嗰啲有錢佬之外，係嘛？就係仲喺度講話以咁低咁少嘅地方可以住到咁多個人，咁係咪以後發展落去都係仍然按呢個模式咁發展落去啊？就係唔得啊嘛！即係咁啊，曾蔭權嗰啲諗到咩鑿山窿啊、岩洞啊咁，諗到講啊，不如打地道游擊戰啦你咪將嗰個空間嘅概念放到深圳河以北珠三角幾多？因為我依家即係正式定居張木頭嘅，不過久不久落嚟香港自由行返搞下 YouTube 其實我而家大多數時間住喺張木頭嘅。咁張木頭就係小香港嘛，佢起屋依家係13萬香港人喺嗰度住嘅，不過通常咧就平時唔喺度嘅，放假星期六、星期日先去嘅。好似我咁嘅經常喺度咧就係少數嚟嘅。但係依家統計數字香港人喺國內全中國咁計係30萬，即係有統計嘅。但係張木頭係13萬跟住你可想而知但係我喺張木頭住咗7年8年幾好俾你上水即係等於上水粉嶺呢啲香港嘅衛星城鎮咁啫嘛。咁其實發展空間好大噶嘛，你唔係香港喺嗰度同中國政府、同廣東政府、同珠三角地方政府點樣合作搞呢個一啲俾青少年嘅俾長者嘅嗰啲廉租公屋好或者居屋好，即係其實仍然係以香港現在嗰個住屋嘅發展嘅嗰個構造，但係咧將個空間擴大到珠三角，咁咧但係當然地產商梗係反對啦。咁你地產就係佢靠喺香港壟斷住啲土地，壟斷住啲房屋，咁而係將個價炒高上去，將個價炒高上去，咁咧就先可以地產商嘅超額利潤啊嘛。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呢個如果話可以喺珠三角咁樣發展嘅時候咧，就梗係嗰個樓價就唔能夠上啦嘛。咁但係問題再一樣咧，就梗係又話係咩？大陸認為呢個係河水泛井水啦梁振英咧就最中意咧就係講呢個融入1225，即係中國嘅1225嘅計劃係嘛？咁就佢依家最新嘅提法就話直情咧就
呢個新界嘅北部嚇，即係香港嘅北區，就應該咧就係珠三角嘅嗰個假如係融為一體嘅時候咧，就反而呢個香港北區咧先係中心區，所以佢咧主張咧就應該咧將香港中心區咧就唔係中環，就喺即係大埔啊、上水啊依邊咁來講咧，呢個觀念咧就太急就章啦。即係佢可能見選舉不利咧，就依家即刻整出嚟，反而亂咗一陣腳。即係你同埋你個對象係游說嗰班資本家啊嘛，咁資本家梗係個中心喺中環嗰度啊嘛，點解你而家突然間依家先走嚟北區游說邊個啊？游說班農民啊？即係佢哋好，你呢度呢個假如發展係將嚟要俾中心區嘅樓嘅地價梗係高啦，嗰班鄉下佬拍爛手掌，但係呢個肯定就唔知幾多10年之後先可以成為事實。而家係咪真係香港係充分融入珠三角啊？嗱，老實講咧，唐英年梁振英嘅最大特點咧，佢就係一直強調咧，就係話香港要融入國內實驗嘅計劃。裏邊咧個好主要嘅構成咧，當然就係珠三角啦，係嘛？咁但係問題咧就，即使係佢頭先已經講到話以香港北區為一個發展嘅重心啊乜乜咁啦，但係佢都係唔敢提，好似我頭先講我個主張就係超出呢個深圳河。梁振英從來冇講過佢講融入珠三角，講要同中國嘅12.5計劃銜接。但係咧，佢冇講話要香港要同珠三角融為一體，就仍然我嘅意思唔係話取消香港特區喎，唔係話取消一國兩制喎，仍然維持。但係問題喺經濟社會嘅發展嗰度咧，就要將香港嘅大香港來講世界上所有要一啲國際大都會都唔能夠香港現在深圳河以南嘅咁細嘅範圍㗎啦，所以一定咧要去到東莞啊，去到嗰度東莞應該就廣東大廣州同大香港嘅銜接點，所以咧就一定要有高鐵嘅，即係個速度要好快嘅。因為我喺巴黎生活過巴黎其實就係咁解決佢嗰個大巴黎同個巴黎核心市中心區嗰個老巴黎嘅關係啊嘛。1000萬人口就係喺個大巴黎嗰度靠高鐵咁樣聯繫起嚟，半個鐘頭，好似樟木頭東莞咁，半個鐘頭就嚟香港，咁有乜所謂啫？即係一個大香港嚟噶嘛。依家喺香港，現在香港裏邊你想半個鐘頭去到嘅地方都好麻煩㗎，去唔到㗎，即係咁講。所以就其實有一個全面一個咁嘅佈局。所以梁振英話要融入12.5咧係啱嘅。佢話要同呢個珠三角要更充分融合咧係啱嘅，呢個亦都係佢從來佢嘅主張但係問題咧就佢仍然係有大資產家財團嘅背後嘅利益約制住，因為佢亦都即使去到佢有咁嘅觀念，都唔敢講話香港嘅發展要超出深圳河以北，因為咁嚟真係合理發展啦香港清大嗰啲80號90號老實講，你如果真係珠三角嗰度起嗰啲廉租屋起啲居屋，根本個租金同樓價肯定梗係低過依家好多啦咁亦都廣東地方政府，我相信對佢哋嘅所謂擴大內需亦都符合現在嘅路線咁自然梗係刺激嗰個內在嘅經濟消費製造新嘅消費市場嘛，一定噶嘛點會唔歡迎啫咁但係問題咧就香港地產商咧就媽媽聲啦咁個香港樓價就梗係唔能夠上啊嘛所以梁振英一樣唔敢得罪香港地產商，一樣。所以香港嘅最大嘅問題係金融地產霸權就兩個建制派都唔敢掂嘅。唐英年就正式金融地產霸權嘅一哥嘅代理人，佢本身唔係一哥，但係一哥嘅代理人咁梁振英咧就唔係，佢更加唔係一哥啦，2哥3哥都未到佢添啦咁但係咧佢個利益集團咧，包括佢本人嘅利益咧，都係同地產有關嘅咁所以咧就唔會。所以梁振英睇到佢嘅言論講來講去，佢話佢唔能夠令香港嘅樓價下降㗎，只不過咧就唔好再升得咁快咁解啫嘛咁其實攞嚟講，依家根本係樓價太高啦佢唔會唔明嘅，但係佢喺佢嘅利益嘅立足點咧，佢唔能夠講咁解啫嘛。你依家國內嗰啲炒高嗰啲依家國內走資走到今日啦，嗰啲暴發戶咧形成資本集團啦，5年前都未得，依家得啦，嚟香港炒到個高價樓啦嘛。
嚟香港之前已經去到倫敦㗎啦，喺倫敦炒嗰啲高價樓㗎啦佢唔喺度住嘅，即係我哋炒咗之後就睇下幾時個價咁高，佢賣嗰啲完全係買空賣，即係炒嘅啫嘛，即係其實而家香港嘅樓價都係呢班人啫嘛。咁當然最近有少少變化啦，同香港政府都要要收即係控制少少啦。如果佢真係好充分控制啊，冇可能嘅，除非又係即係咁講，中國唔再走資。香港因此亦都咧，即使係維持資本主義咧，到2047，但係問題咧就2047，你而家仲有嗰幾十年咧，就慢慢通過一個合理化嘅香港嘅結構改革，就走向一個唔係國內嗰種社會主義，就類似西歐式嘅社會主義，類似法國、類似英國、類似瑞典嗰種一半資本主義、一半社會主義嘅一個更加合理化嘅社會。就仲有嘅30幾年啦，就咪你估一改靠行政力量一改就改咩？梗係唔得啊！你行政力量去短期裏面急就將改嘅嘢都唔會好嘅，梗係要慢慢逐步咧，根據嗰個實際嘅條件咧，但係總之要有一個大嘅方向、大嘅方案。個方案就真係真係將香港社會就變成一個合理化社會其實你叫佢咩主義唔緊要嘅，但係只不過根據現在嘅世界經驗咧，其實依家世界上生活得最合理嘅地方，即係大體咁嚟講啦，喺我個人睇嚟咧，基本上係西北歐啫嘛。美國唔係㗎，你睇美國黑人暴動南方同佢打餐死即係有乜咁合理啊？呢個社會唔合理㗎其實係西北歐啊嘛，瑞典、挪威。呢個法國、英國，即係依個西北歐區域咁其實就係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即係暫且咁叫佢即係個生產方式嘅基礎仍然資本主義，但係嗰個分配制度咧係相當程度已經係社會主義，甚至咧某啲地方個生產制度咧已經係逐步都增加呢個社會主義成分。但係個基礎到今日為止仍然未超出資本主義。如果唔係點會有金融危機啫？如果超出咗資本主義就唔係金融危機㗎啦即係佢今日個金融危機解決來解決都解決唔掂就係因為未超出資本主義。但係資本主義佢啲內在嘅死症咧，全部已經爆發出嚟啦，先至有今日咁嘅局面啫嘛。但係香港咧就係未去到西北歐，即係仲有一個好大嘅向住西北歐嘅方向改革空間咁對2047咪啱咯。咁但係現在咧就內講咧，叫做香港依家建制派裏邊咧係有一啲諗法比較長遠啲嘅咧，即係梁振英係比唐英年多諗法啲嘅，但係咧佢都唔敢諗呢啲嘢，因為佢本身嘅思維方式咧唔超出資本主義，佢都係為一啲地產嘅資本嘅利益去諗嘢，只不過睇到依香港嘅個局面係有危局，就係同埋知道個形勢係轉變。唐英年咧就連呢啲都唔識嘅，即係梁英智咧，佢知道依家要變，唐英年係未知道要變嘅，佢仍然係仲想照近時嗰套咧繼續玩落去嘅亦都佢嘅諗嘅嘢係簡單好多，佢亦都唔識諗。咁但係咧，梁振英即使咧比佢諗得嘢係複雜啲多啲，但係咧就佢一樣唔敢超出某一個範圍。因為基本上佢都係資產階級利益集團嘅其中一派，但係咧佢唔係最大嗰派，所以佢輸緊，因為中國走資。